各位觀眾大家好啊！又到我哋雲端命理研究所名人八字系列嘅時間。今集我哋講突然間爆出婚訊嘅蔡卓妍阿 sa 啦。大家都知道佢之前都有比較多啲人知道嘅兩個情史啦。咁今集突然間啦，同呢個健身教練結婚。我哋一齊事不宜遲，研究下佢八字先。今集又係有我 Ryan 同埋小雲師傅坐鎮啊！Hello，Hello。小雲師傅，點樣拆解阿 sa 嘅八字啊？我哋咁不喺錄呢一條片之前，我都有研究一下咧阿 sa 嘅八字嘅，其實好得意啊！阿 sa 咧上一段婚姻啦，同鄭中基咧係2006年啦，亦咁阿 sa 個八字咧本身就係逢七就轉運啦，咁即係話咧佢嘅運程咧係由1997年係一個運程啦，2007年係一個運程，2017年咧係另一個運程。咁去到六字尾，即係話係佢轉運嘅前一年啦。佢兩次結婚咧，都係轉運嘅前一年咧去完成嘅。咁咧上一次就係2006年啦。咁大家見到就係行緊己酉運丙戌年嗰年去結婚嘅。咁今次咧就係丙午年啦，就係丁未運最尾嗰一個年份丙午年咧去做結婚呢件事嘅。咁就相當有趣啊，因為去到人生下一個階段啦，咁就突然之間可能有啲嘢去改變咗啊。咁呢個係我自己見到阿 sa 咧第一比較特別嘅嘢，但唔係每一個人都會㗎，但係咧佢係咁啱都係。咁咧睇翻佢同鄭中基嗰段婚姻啦，咁話說咧，我哋睇咗一啲維基嘅資料啦，佢應該係2004年就認識鄭中基，即係 I mean 係真係了解嗰種啦，唔係話我知道你係邊個嗰種啦。咁咧04年好得意啊，佢咧本身阿 sa 咧，咁佢就係壬戌年辛亥月己酉運出世啦。咁佢係一個己土嘅日元嚟嘅。咁咧己土嘅官咧，即係佢嘅官就係木。咁己土嘅官煞啦，就係木啊。咁大家如果有學開八字、了解開八字就知咧，其實官同煞咧喺女人嚟講咧，工作或者男人都係嘅。咁大家睇翻咧，2004年咧，去認識鄭中基啦，好明顯咧就係呢一度有個甲咧透咗出嚟嘅，而呢個甲咧係合佢嘅。點解？因為甲己係合嘅。咁咧咁啱咧呢一年咧係辛啊，辛同酉咧都係合嘅，而且係地支合啦，而且係合佢嘅夫妻宮噶。咁即係咩意思咧？好大機會咧呢一年咧係有一啲係有男人咧去想認識啊，去叫做 approach 嗰個方向啊，係鄭中基想認識阿 sa 嘅，或者佢同阿 sa 個關係係好嘅。咁去到2005年，阿 Ryan 師傅，不如你講下。係啊，去到2005年啊，個身啊冇咗喎，又三個有喎，佢又即係阿 sa 經歷緊三個有啦。同埋戌酉大家都知啦，即係大家都唔啱碼噶嘛。戌酉，如果你哋知道熟或者一啲已經有八字底嘅觀眾，應該都知道戌酉呢個組合係代表咩嘅。咁啊，可能有機會會唔會阿 sa 三個酉咁樣自刑，跟住刑害到佢嘅夫妻宮同呢個鄭中基已經有少少拗撬咧，可能都有呢個關係啊。係啦，之後佢哋開始離婚嘅啦，即係離婚之後，我哋先知佢原來佢哋結咗婚喎。係冇錯啊，所以相信呢一段感情咧，我相信04年咧係一個幾開心嘅年份嚟嘅。但係到05年咧，由於係有三個有啦，好似 Ryan 師傅所講，咁就有咧係自刑嘅，即係佢可能有一啲嘅諗法係自己不停諗不停諗，咁估計啦係同
一啲工作或者男士咧係有一啲即係對於呢方面有一啲煩惱啊。咁有機會係可能對於呢個感情唔係覺得好有安全感，咁所以可能想咁樣結婚，咁我就唔，我呢個都係估計啦。咁因為佢嘅結婚唔係合嘅年份，係一啲刑害嘅年份，咁相信呢，佢未必係嗰種純粹好 pure 好 true 嗰種感覺去結婚啦。咁去到2006年啦，由於個人透出啦。咁就有機會咧，佢係好想組織家庭啊，而好去結婚，但係咧呢一個婚姻咧係失同有係刑嘅，而且咧佢刑咧係刑害埋佢大運見到呢一個人嘅。咁啊，最熟啊，好蘭師傅，不如講講佢呢一樣嘢係點樣樣去睇啊？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如果嗰個夫妻宮有粒嘢，突然間你嘅大運彈咗某個五行出嚟，係同你夫妻宮嘅地支有，例如亥啊、刑啊，咁就好大機會，即係講得唔好聽啲離婚咯。咁好聽少少，可能感情不順利咯。係啊，另外咧就係、其實由於阿 sa 佢係己酉啦，佢呢一個運1997年咧，佢會見到好多嘅人咧，其實佢都會覺得同自己差唔多嘅。咁由於咧喺頭嗰三處啦，其實暫時係未見到佢嘅官煞係出現，有機會咧，其實鄭中基都係己酉嘅，因為嗰陣時其實佢同阿 sa 咧紅嘅程度咧係差唔多嘅，即係大家都係同 level 嘅。咁所以有機會咧，佢哋結婚呢一年咧，雖然酉戌係都係合啦，因為申酉戌啦，酉戌係半個合啦，但係其實嗰個酉同個戌係有刑害，所以好大機會呢一樣嘢咧，係對於佢哋兩個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刑害嘅。咁去到2010年咧，就同外界宣布咧，佢哋係已經離咗婚啦。嗯，係啊，同埋即係有陣時咧，我哋睇翻佢97年啊，己酉，即係阿 sa 己酉呢個大運啊，即係坊間所講嘅伏吟啦。咁伏吟，你覺得係咪一個壞事咧？即係以我睇法，即係當然啦，我哋馬後炮啦。你可以話佢係鄭中基之餘，亦都可以話見到一個同自己差唔多嘅人嗰陣時叫 twins 啊嘛。咁會唔會就係呢個運見到差唔多嘅人咁樣組成呢個組合咁樣爆上嚟咧，都有可能嘅。係啊，都有可能。咁題外話啦，咁本身阿 sa 咧個八字其實見到咧唔係好多印或者係土劫咧，比劫咧，即係簡稱係土啦，唔係好多火同土啊。因為如果印嘅話，咁佢嘅印就係火啦，咁就係生佢之物啦，即係令到係幫助到佢嘅嘢啦。咁如果火土嚟講咧，亦都係幫助到佢自己嘅嘢，因為佢個八字本身係好少火同土，咁其實佢相信佢本身自己對於自己嘅自信心未必真係好大嘅。咁己酉運啊，係一個雖然係一個伏任嘅叫做大運啊，但係咧佢係多咗啲土去叫做幫自己，因為佢係起火同土啦。如果就咁喺頭嗰三處嚟講，咁好大機會咧，其實唔係唔好嘅，即係大家唔好聽到喂伏任一定係差嗱。如果嗰個係忌神咧，就有機會係差。但係睇阿 sa 咧，應該係喜神嘅。首先佢成立即佢同阿嬌一齊之後咧，佢哋兩個係一齊起噶嘛，即係一齊叫做上升嘅事業。咁所以第一好大機會咧，阿 sa 係中意土嘅。咁第二就係伏任咧，有機會係誒好有好有唔好啊。而嗰個好可能係事業上嘅好，但同時出現有自刑啊。咁可能有啲工作啊，或者有啲嘢，佢係覺得自己唔應該唔需要做呢啲嘢，類似係因為有自刑係一個叫做難以放下自己身段嘅嘢，而咁啱都係食相，可能估計係工作上面。但係阿 sa 嗰陣時其實第一年紀細啦，第二大家都
即係知道一個藝人其實佢未必有好多嘅話事權嘅對於自己，所以呢樣嘢我哋未必好喺表面上好睇到啊，可能係佢自己內心嘅掙扎，但其實只要佢克服咗咧，係冇問題嘅，因為純粹呢樣嘢係自認咯。咁啊，題外話啦，講開服任呢個問題。嗯，好啊，咁我哋再聽多啲佢嘅八字同佢感情生活先啦。咁啊，又交翻俾你啦。咁咧，去到佢咧，突然之間啦，2026年咧爆出咧，原來佢已經同阿胡彥斌先生咧係結婚啦。咁咧，特登咧係維基咧搜索翻咧，原來咧2023年咧阿 sa 咧係傳出同埋石恒聰先生咧係有一個姻緣㗎。咁但係之後已經佢表明咗係分開咗一段時間啦。咁去到2025年咧，先至被傳出咧係同細過自己9年嘅健身教練啦，阿胡先生咧，去有一段關係嘅。咁咧，照我嘅估計啦，首先第一咧，咁首先呢度我哋都係叫做研究所啦，咁都係我哋自己嘅一啲結論啊。當我哋學完八字之後，有啲嘅結論。點解當年咧阿 sa 會分手咧？其實係有一個卯酉衝嘅變動啊，大家可以見到啦。官殺同自己夫妻宮有衝，咁唔係話咧，一定又見到官殺，跟住又係衝夫妻宮，一定係分手啊或者離婚，就唔一定嘅。只不過係話嗰一年咧，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嘢，會有一啲變動啦。咁咁啱，可能對阿 sa 嚟講，呢一個係一個唔好嘅變動。但係如果大家見到其他可能朋友嘅八字，唔好即刻話，哇，離婚啊，分手唔一定嘅。可能嗰年咧，有機會其中一位可能要調職啊，可能未必長時間喺身邊啊，或者係衝突可能多少少，亦都有機會有啲八字啦。咁啊，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一講啦，係可能會懷孕啊，咁所以個夫妻關係咪會變咯，因為多咗個小朋友嘛。咁所以咧，呢一年份啦，2023年咧，對阿 sa 嚟講係一個變動嘅年份啦。咁佢同胡先生認識咧，其實我自己咧好大機會覺得係24年已經認識噶啦。好啊，因為24年咧，你對比翻佢04年啦，其實都係夾出咗嚟嘅，即係夾幾合啊嘛。同埋，但係今次辰酉合喎，如果你睇地支辰酉，然之後之前04年啊，都係申酉喎合喎，即係話呢個 pattern 啊，一出現咧就有一段姻緣，而呢段姻緣就都係即係堅啲嘅姻緣咯。係啊，冇錯，所以我相信咧，其實24年咧，佢已經係認識胡先生，而且好大機會兩個人係已經一齊咗噶啦。咁去到2025年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天干見煞啦，咁都係叫做異性啦，有機會係男人啦，咁咧即係佢係見到啦，而且咧呢一個人咧，佢都係合自己嘅夫妻宮，咁大家見到好多箭嘴啦。其實就係見到呢2年啊，連續2年咧都係官殺去合阿 sa 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呢2年咧，佢同胡先生嘅感情咧係好開心嘅。咁去到26年咧，雖然咧地支咧係冇合到個夫妻宮啦，但係天干咧係出現咗咧個印嘅，咁印咧就代表係家庭啦。咁其實每一個女仔咧行咧，如果係以流年嚟講咧，都係先行官殺，再行印嘅嘛。因為呢一個 pattern 係一路落嘅，佢係唔會改變嘅。咁所以好大機會就係前嗰1-2年啦，已經遇到一個心儀嘅人啦，而呢一年咧係想去組織家庭而去結婚嘅。咁咧我自己咧就都有研究過唔同嘅八字啦。咁啊咁啱我嘅朋友啦，其實都已經去到適婚年齡噶啦。咁所以我得閒咧都有研究下啲朋友嘅八字啊。咁我發現咧，其實唔一定係官殺嗰一年咧係結婚嘅，有時都係壬嗰一年咧，即係天干係壬嗰一年咧去結婚嘅。但係要睇埋其實前嗰1-2年咧，佢官殺個狀況係
點樣樣啦。咁如果播阿 sa 而言咧，其實佢同鄭中基同埋胡先生佢哋兩個之間嗰個關係或者個情況咧，結婚咧，我相信係幾唔同嘅。特別對於阿 sa 嚟講啦，咁可能佢去到40幾歲再去結婚咧，我相信對佢嚟講咧，特別係名人啦，係好大壓力嘅。但係點解佢都會好肯結婚？我相信呢一段關係係比起同鄭中基先生當年咧，我相信係好唔同嘅。點解咧？第一就係、同鄭中基先生第一年係好開心啦，咁頭先都所講啦，甲己合，新紅酉係合，但係去到第二年05年咧，就係有字形啊，即係有個刑害嘅。去到第三年啦，丙年啦，丙戌又係有刑害嘅，所以成段關係有機會係缺乏安全感而去結婚嘅。咁同時我都相信佢係想有家庭，但係嗰種感覺係唔穩陣嘅。但係去到同胡生今年2026年結婚啦，咁其實大家見到咧，佢嘅地支係合晒嘅，今流年。咁合嘅意思係開心，係少啲爭執啦，唔可以話冇啦。但我相信個感覺阿實係覺得啊，我真係覺得呢個人係啱，而且去到2026年咧，佢係都想組織家庭嘅感覺而去結婚嘅。咁去到現代啦，其實我哋好少話嗰一年去結婚，想去結婚，我哋就嗰一年結婚噶嘛。其實好多時都係先有個求婚啦、訂婚嘅過程，然之後先至再去結婚啦。其實我估咧，阿 Sa 應該係乙巳年咧已經同胡先生係決定結婚噶啦。點解咧？因為天干健煞，地支又合過夫妻宮啦。好大機會呢一年係決定結婚，而26年去實行呢件事，因為26年咧，其實大家見過夫妻宮係冇合到嘅，而我自己咧都睇過幾個唔同嘅八字啦，好多時咧，如果佢哋係有計劃去結婚啦，係地支合嗰一年咧去結婚嘅，而天光好多時女仔都係見官殺，咁樣係最大嘅機會。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時可能幫朋友去睇啦，就有機會係估佢估多1、2年啦，就未必係估一年，因為我哋即係處理嗰個婚事啊，都要時間噶嘛。係啊，咁簡單啲嚟講啦，即係話對女士而言啊，天光見官見煞，但係地支係合嘅夫妻宮咧，即係合同你嘅夫妻宮相合啊，咁咧嗰個感情生活係比較愉快啊，或者嗰個男人啊，或者嗰段姻緣咧係即係堅過石堅嗰種咯。係冇錯，所以完全可以睇到嗰個情況係點啊！咁講咗咁耐啦，都好恭喜阿 sa 啦，終於揾到自己嘅真命天子啦，同埋呢一段姻緣係好開心嘅。其實求到一個好嘅姻緣，我覺得喺現今真係好困難嘅，所以好開心啊，為阿 sa，而即係佢終於可以可能組織到佢自己開心嘅家庭啊！嗯，係啊，咁啊，恭喜晒佢啦！咁我哋係咧，今集我哋名人八字系列啦，時間都差唔多啦。多謝各位觀眾收睇啦，咁啊記住 like、share 同 comment 喎，同埋特別多謝我哋小雲師傅啊喺 YouTube 上邊出聲啦，咁佢好低調嘅為人，咁啊 YouTube 唔係幾中意講嘅，咁但係我哋另外有 podcast 或者 Spotify，咁啊 search 翻我哋雲端命理研究所啦，咁大家都要收聽。好，多謝 咁啊今 Ryan 嘅高捧啊，係啊，咁啊，如果想聽到多啲我嘅分享咧，就可以收聽我哋嘅 podcast。好啦，咁今集係咁先，下集再見，拜拜。拜拜。